大家好，歡迎又翻到嚟五十合一嘅頻道。五十合一呢一個名呢，除咗係我頻道嘅名，係關於我呢個人生行到呢個50-50之外呢，其實呢，五十合一亦都係關於股票嘅術語嘅。咁我開台以嚟呢，從來都未講過關於股票嘅事情喎，所以呢，今日就係一個好好嘅時間，我喺呢個廚房嘅位置吹下水，就講下關於今年點解我哋而家都未買過港股啦。我本身咧今年就冇留意港股嘅，寧德時代上市咧我都冇留意。今年我唯一參與嘅咧股票市場出手就係趁3月升市嘅時候咧賣咗2隻我嘅短期蟹貨1024快手同埋1299友邦，如釋重負嘅感覺咧好輕鬆，要飲杯，想繼續咧保持住呢一個輕鬆嘅心態，自自然然咧連嗰啲股評人嗰啲收市檢討啊都開始冇睇到。而家嘅錢咧，主要係響定期同埋活期為主，心裏面咧感覺非常之踏實同埋平安。點知呢個星期咧，就有一隻我長期嘅倉底貨咧，4日升咗30%，仲有大行報告加持咧，就話未來短期內咧會升多2成。呢隻股票咧，一蟹我就蟹咗4年，就係呢一個6060眾安在線啦。搞到我咧呢幾日咧喺度諗，如果有機會能夠咧升到接近呢個家鄉價咧，我都會放咗佢。有幾多收埋幾多窄袋啊嘛！呢個市道咁差，現金為王係嘛？有錢剩就有錢剩啦，冇聽埋晒嗰啲唔投資就等於蝕通脹嗰啲理論啦。二嚟唔知點解覺得而家又供翻，唔使靠股票開飯。遲啲有啲咩變動，先 full time 翻留意翻股票咯。3嚟呢，除咗頭先講嘅蟹貨6060之外呢，我仲有另外啲千年蟹貨，就有呢個853啦，以及公園股都繼續蟹貨嘅880啦，放咗喺股票戶口 N 年之外呢。過去呢段時間呢，港股雖然咁動盪，但係好好彩呢，過去3年買嘅股票呢，全部都賺錢離場嘅喎。所以咧咁好嘅記錄咧，我就唔想貿貿然咧再衝入市，唔覺意又蟹心翻。反而不如等頭先我講嘅嗰幾隻蟹貨有機會大致翻身，攞翻啲錢，到時啊再從長計議都未遲啊。可能到時就係我人生第一次買美股、買 Bitcoin 嘅時間咧，係咪？傳聞咧近來定期嘅利息咧不停咁下跌。我2個星期之後咧，有一張定期單咧到期咧要去續期，所以咧我都要了解究竟本身咧我而家嗰間銀行啦，又或者咧另外一啲銀行咧有啲咩嘅定期利息咧係吸引可以去續期啦。如果大家都知道話咧，不妨話俾我聽啦。最多咧我收到啲定期利息之後咧請你食飯好冇？咁今次咧就到此為止啦。有啲咩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